點樣應付脆弱型自戀兼心計重、中意線人嘅大編劇？面對住呢種脆弱型自戀，加上馬基雅維利主義，即係中意設局、線人、玩心計嘅人，你同佢硬碰硬，只會激起佢哋嘅自戀型憤怒，完全落入佢哋日諗夜諗、一早寫好嘅大編劇劇本入面。喺心理學同社交策略上，對付呢種人最強大嘅武器，唔係要打低佢，而係令佢個劇本流產。以下呢幾招最見效：一、玩灰岩戰術 （Grey Rock Method）。呢招係心理學上最推崇，用嚟對付自戀同控制狂嘅頂級策略。實戰做法，令自己變成一積灰色嘅大石咁，極之無聊、冷淡、零感覺。當佢試圖挑釁你、炫耀佢嘅神計，或者喺你面前發癲，好似信和嗰種失控法，嗰陣你保持絕對嘅冷靜，俾最輕、最精簡嘅回應佢。例如，哦，知啊，你中意點諗就點諗。心理機制，呢類人係靠吸食人哋嘅情緒反應嚟生存嘅。無論你係嬲、驚定係反駁，都係幫佢個大編劇劇本加燃料。當你完全唔俾任何表情同情緒，佢就會覺得極度挫敗同無癮，最後唯有自己收皮。二、徹底唔入局，打爛佢嘅大劇本。佢成日全副心思都用嚟諗點樣扭曲事實、設局線人。對付呢啲心計，最高明嘅方法唔係見招拆招，而係根本唔行入佢個棋盤度。實戰做法，唔同佢會用盡啲歪理，將黑講成白。你完全冇必要去糾正佢，因為佢要嘅唔係真相，佢只係想贏。你可以直接句式終結佢。你中意咁諗，咁咪咁咯，唔參與佢啲陰謀。如果佢想拉埋你一齊，同你講人壞話或者吹噓佢嘅大計，你聽完就算，絕對唔好發表任何意見，更唔好留低任何文字把柄，因為佢隨時會斷章取義、改頭換面，攞去線下一個人。三、降維打擊，專注自己發展，等佢自己葡萄死。好似之前分析所講，佢骨子裏極度自卑，見到身邊人過得好有發展，佢就會眼紅，好痛苦。實戰做法，你一分一毫嘅精力都唔使嘥去報復佢，你最需要做嘅係將所有心力擺喺提升自己一事上，無論係事業、生活定係心態。當你活得越嚟越精彩，層次越嚟越高，高到佢連你嘅尾燈都望唔到嗰陣，就係對佢最致命嘅打擊。心理機制，你嘅幸福同成功對佢嗰粒脆弱嘅自尊心嚟講，係最殘酷嘅慢性毒藥。佢會一邊睇住你發光發亮，一邊喺自己嘅妒忌同虛怯入面自我折磨。四、寫包單留底，起好防線，防範佢加害同扭曲，因為佢有線人同講大話嘅前科。同呢種人接觸，如果係工作上或者避無可避嘅社交，一定要做好自我保護。實戰做法，盡量保持白紙黑字嘅溝通，例如行 email、留 message、截圖，盡量避免單獨嘅口頭承諾。一牽涉到利益或者緊要事，一定要保持公開透明，拉埋第三方，例如其他同事或朋友在場。心理機制，呢種人骨子裏其實虛怯到條條揈。當佢發現你手握鐵證，凡事有記錄嗰陣，佢知道自己個編劇劇本一穿崩就會自取滅亡。佢嗰種驚到震嘅防禦機制就會啟動，通常會選擇轉移目標，唔敢輕易招惹你。五、情感解離，保持絕對嘅心理距離。最緊要嘅一點，千萬唔好諗住去改變佢、拯救佢，甚至唔好去可憐佢。心態調節，當佢係一種自然現象，例如打風落雨，或者當佢係舞台上一個演緊小丑嘅演員，當佢對你進行人身攻擊或者眼紅你嗰陣，喺心入面
默默同自己講，呢個唔係我嘅問題，呢個只係佢體內嗰個自卑，以前俾人恰過嘅小男孩發緊作。只要你喺心理上唔當佢係一回事，佢就一丁點都傷唔到你。面對呢啲大編劇，最好嘅反擊就係退場做觀眾，甚至直接轉身離開劇場，由得佢一隻鬼喺個舞台上聲嘶力竭咁演獨角戲，驚到手震、眼紅到流血，而你一早已經喺出面過緊高層次嘅精彩生活。